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卦节杯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现在。针对中国军演，国防部下晡记者会表示，中国军机军舰破过海峡中线，不过无入到台湾的领空领海，而且有相关的应对。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5000外本土病例，不过检出到的 BA.5 个案，甚至有造成2000个家庭群组感染。印尼政府本地移工来台免费用政策大硬禁止移工来台湾，不过即马办令要求家庭移工一个月薪水上无爱2万块。讲到中国解放军伫这几天伫台湾的4颗练场进行军事演练，国防部下晡记者会表示，讲到这个中国的军机军舰破过着海峡中线，不过无入到台湾的领空领海。军方也强调，这届强军有3个演习区，伫台湾的北部、东北部、西南部演习区已经侵犯着台湾的领海范围。另外，所有的演习也拢超过着海峡中线，违反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国防部也有统计，讲这个8月初1到初8中到为止，有272条对中国内的认知作战信息扰乱着军民士气，而且国防部也有公布中国解放军的动态，这初8强军的联合军演行动有关是无停歇。落台自多家机航线任务的 F-16战机，早起8点半左右登到空军的发令基地。虽然早起10点是中国第7个临时危险区飞行公告时间结束，不过国防部证实，敌方机舰对咱的侵略依然继续。在8月4号到7号，则实施联合军事行动。那么目前，它的联合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当中。国防部开记者会强调，强军的军舰、军机往台湾24海里临接区，也未进入咱领海领空。其中海军每天在我临街区20海里外保持13艘。国防部谴责抗议强军所公布的7个军演禁航区，其中第2、第3、第6区是台湾的北部、东北部加西南部，依照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定义规范，已经侵犯咱领海范围。另外，这个演习区都已经跨过海峡中线，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的第2条第4款已经有相关的规范，就任何国家不要使用武力或是威胁来侵害他国的领土的完整或者政治独立。国防部统计，自8月初1到初8中到为止，总共有272条来自中国的认知作战信息，内容包括营造武统气氛、打击政府威信、扰乱军民士气，像央视初2报道强军苏35战机飞过台湾海峡，这款扰乱军民士气的假信息，上侪有130条，让国人惊吓对国军无信任。对于争议的讯息，我们不要轻易的相信，不要随意的转传，同时我们要多方的查证，我们大家一起来维护国家安全。面对强军的文攻武吓，国军伫咧初9要举行反登陆射击天雷操演。虽然这项操演早伫咧7月2日就已经公布，不过外界依然联想有反制中国军演的意思。另外，由台船新建造的玉山级巡弋运输舰，初8出海测试，按算9架高船，将会取代1970年代玉海号巡弋登陆舰。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伫台湾的4颗练场有7个军演区域，也已经拢超过这当初公布时间咯。却阁有这军机军舰继续来扰乱咱台湾。外界也伫咧烦恼讲，中国不时就甲你破过这海峡中线。有学者认为讲，这敢会变作是美国所认知的改变台海现状呢？恐惊是要继续观察。包含轰炸机在内，中国战机面对切切穿过台湾海峡，这是强军东部战区对微波公布的演训画面，模拟对地攻击加空中稳固攻击。严密组织低气象、强干扰、长航时和高威胁环境下的防区外打击训练。中军也宣布初8继续演训，进行联合反舰甲对海突击行动。另外，中国官方媒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及微博小号玉演当天也发布文章讲，这摆对台演训特别突破，包含第一摆有导弹穿过台湾，拍破海峡中线。伫台湾最近一摆演练，记者外部势力干涉，伫台湾东部设实战射击靶场等等。中国央视初7报道，强军舰舰会常态化伫海峡中线移动训练，国内战略学者分析，还可进一步观察。海峡中线这个是一个
默契的存在。那等于也是一条这个虚拟的线，表示你是不是要这个打破这个现状。那美方已经那个宣布，就是不容许他片面改变现状。可能这个美方或其他这个周边国家，也许不能够容许不能够接受的一个行为。中国也公布一张讲是强军南亚南，离华联和平电厂不到12里的唱片，因讲是侵入台湾领海。不过，台湾海军司令部初表示这是假消息，或者分析中方相关影像甲文章的发布，主要也是伫大外宣，对台湾造成社会不安的政治战，也按捺不满美国众议院长佩洛西来台声音。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网友发现台湾有真侪中国的地号名是伫咧台湾变做是路名的，甚至有真侪中国口碑的店家。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伊伫网络顶头讲，这面甲水饺来证明台湾的口碑也是中国口碑。不过，所有网友甲伊呛讲，其实伫咧台湾也有真侪日本料理店呢。另外，这个军事演练期间呢，也有一个军事被记录到民航机的机师对中国军机呛声声音。高雄有真侪以中国地名号名的车路，亲像热河一街、甲山东街等等。咱若台湾的街头巷尾嘛有真侪刀写面、甲钱包啊等等中国传过来的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初七暗时啊，伫Twitter po文借题发挥，讲台北市有38间山东水饺店、67间山西面店，这事是袂骗人的。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侪年来失散的囡仔，将其尾要是会转去处理。会不会成为新常态？这要取决于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他会怎么做。一个用军演共恐吓，一个伫 Twitter 发声，去互袂少台湾网友吐槽。因讲其实伫台湾的日本料理，甲其他国家的餐厅是搁较济，又搁引起中国网友的质疑。华春莹是安怎会当使用 Twitter？ 伫高雄有一个卖刀下面的头家嘛认为讲，两番的本质要是无共款。谁取的名字还是谁不知道？可是这样会让你觉得跟中国比较亲近吗？我也不觉得这样啊。台湾就台湾啦。唔那用网络资讯伫遐修正，将中国举行军演较大，影响咱国的海运甲空运。中共军机嘛真正飞过来起事，也若军事媒嘛有记录到初七早起，哪像有咱国民航机的技师，甲中共的军机伫遐互相呛声。你们主张是马列主义是吗？这是中国所属空域，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有权在此活动，你无权干涉。中国人都是共产党的奴隶，放你妈屁！中国最近小连续用军演、地制商品、甲资讯战等等，对台湾文攻武吓。今嘛，佫想要透过食食，甲中国地名相关的车路名，因想这有空无损的步数，要来喊两欢是一家亲，这到底敢有效力？相信每一个台湾人的心肝内拢自有论断。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中国解放军伫台海附近进行军演，而且也一直发动这网络资讯战。伫中国的网络顶头，就有人伫咧乱传讲，台湾政府拍算甲故宫内面9万件文物刷去美国甲日本协助因来庇护，故宫驳回讲这是一件假消息。另外，台大教务处函件发出的网站也去互骇客入侵，网页顶头把出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款的图样。大大标题写台湾当局准备将故宫文物转移到海外，各批评总统蔡英文。伫中国网站有人抛文，指出台湾为台海局势做上海拍算，要为故宫馆藏当中选9万件精品转移到美国甲日本。不过故宫也马上反驳这消息，严正的声明，绝无此事，还没有提出所谓的要移植的方案，尤其是移植到国外，这没有。69万件全部都是精品，每一件都是值得我们国人来珍惜的。台海局势相关，互有69万外件珍贵文物的故宫博物院，拄到战争时阵要如何撤离，也正受大家关心。故宫指出，有相关的演练疏散计划，不过细节牵涉文物安全，所以无法度对外说明。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庞明祖认为，文物留在原地是上安全。1965年，很多问题都考虑过。台北故宫也坐落在安山岩盘上面，所以它是最安全的，文物不要动最好。在战争的时候，任何一个因素都是一个风险，基本上在环境上或者库房呢，这就是一个绝佳的一个地点。红色地图写这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即嘛不止故宫，互人传假消息，台大教务处甲检发处网站也被骇客入侵，换标记，一直到7月早起，学校拢也咧进行网页修复。
最近，中国解放军伫台海周边海峡军演，以武力恐吓台湾同时，也发动网络攻击，真侪公司部门网站拢受害。也安尼为政府下校到民间，拢爱小心面对这场来势真凶的资讯战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两岸局势等咧紧张，盛文生及格瑞纳丁的总理龚萨福呢，昨来到台湾要进行访问。今早起，总统蔡英文代表台湾用军礼甲欢迎。龚萨福表示，伊无支持大国家用任何方式去威胁小国家。国际当中若总有意见袂下者，应该用和平分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以隆重的军礼欢迎盛文森及格瑞纳丁总理龚萨福来台湾。总统蔡英文特别挂有两个国家国旗的翠安，代表两国成绩的欢迎。尤其正拄好两岸情势紧张的时阵，蔡英文特别感谢。尤其前几天，龚萨福总理阁下也表达，中国的军演行动不会阻止他拜访朋友，让我们非常感动。这回是龚萨福第12遍访问台湾，也是第11遍以总理的身份来访。伊讲，台湾甲盛文森拢是岛国，享有民主甲人权的价值，无支持大国家恐吓威胁，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We do not like it and we do not support it when any powerful neighbor seeks to intimidate us or bully us. Wherev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we must settle them peacefully in a civilized manner. 美国副国务卿谢曼最近出访太平洋岛国，吹背伫咧所罗门群岛会晤纽西兰国防部长，两个人拢关心强军的军演，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另外，立陶宛交通甲通信部政部次长艾格涅也带团访问台湾，吹背拜会交通部，双方针对港区发展、风电设备抑个海军合作进行讨论，并且甲华航参详两国直航的可行性。立陶宛国会议长西米利特伫几工前是讲，想要甲其他的欧盟国家议长讨论最近来台湾访问。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5206个本土病例，是100天以来过一日确诊人数上界加一回。另外，中重症患者有45人，死亡个案有26个，也是这85天以来上界加。不过，所检出9个本土的 BA.5 个案，其中有5例是伫咧台北市，也有2000个家庭群聚感染。指挥中心推测讲，这1-2礼拜过后，疫情会搁再升悬。另外，对今仔开始，桃园机场放另3项规定，开放来台湾搬飞行机房的旅客，会当伫咧机场的出境区买物件、食物件。向热出国旅游的人变多，桃园机场为7月繁衍开始放另3项禁令，包含开放专机旅客等待飞行机的期间，免到专属的候机室用伫出境区买物件、食物件，取消伫机场停留12点钟的限制，也取消专机旅客行程爱开立港捷本票来规定。国外的旅客来讲，有些人会觉得会比较方便。其实只要有外出的话，都有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所以你不管去哪里，都是自己就是要注意。新冠本土疫情有确降7月增加15206个本土病例，是100天以来5日确诊新低。就新北市超过2000例，中重症45例，死亡有26例，也创85天以来新低纪录。预测未来这一周应该还是属于比较平坦。好，那在1到2周之后，我想可能会有这个上升。王必胜认为疫情会阁起来，毋是无原因，因为国内顶礼拜阁验出9例本土 Omicron 变异株 BA.5 个案，往伫北部地区，也拢毋是中国感染，其中5例伫台北市，有2件是家庭群聚，其他是南山个案，总共可例100人做采检。每一位都有一些轻症的症状，和发烧、咳嗽、喉咙痛、头痛等等这些症状哈。那大部分是到我们的这些医院的急诊的时候哈，那可能自行快筛有结果，但是他们还是再到急诊这边去进行了 PCR 的采检，再来做确认。指挥中心强调 BA.5 也是轻症较济，目前本土 BA.5 个案有23例，差不多占全国总病例数的5%。预期未来几礼拜北部 BA.5 病例数会提悬到10%。所以呼吁民众配合即卖防疫政策，赶紧做疫苗来对抗疫情。记者综合报道。
快贷养成当作是较真的这个正式实行了后，被快贷制度变作是咱的日常生活。不过，消基会最近调查发现讲，这快贷制度上贵的一支要280块，要若政府公定的计销一支才100块尔尔。指挥中心表示，目前还阁进行这快贷检命这第3回，面对新疫情，会真紧来推出第4回，而且会针对这总库存量甲计销做一个检讨。甲面机顺入去片仔内面洗几个，搁再放入去试剂盒内面做检测。民众只要用快贷制剂检测的结果是阳性，搁再经过指定诊所医术人员研判，就是确诊。不过，最近消基会伫咧湘北、台中、台南、高雄等94间药房调查发现，无论是片仔或者是喙暖的快贷，计销一支拢是125到280块之间，上贵的是政府公定计销2.8倍，实在太正多。今天我们的快筛试剂如果够了的话，全台湾找不到一家可以比100块钱更便宜的这个价格，这个价格是不是要做一个滚动的这个检讨？消基会就接到民众投讲，因为出来人确诊，估计期间出来5个人前后一个人至少要用5支以上，一支的计销是100块，再开2500到3000块以上。为快贷变作经济负担，不过快贷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用到的，希望卫福部公平会会当对市场做调查。从这个价格的这个平均值来看，它的价格永远高出公定价的60%到65%之间。你政府定一个100块钱一剂的底价在这边，所有人就会在这个底价上再利上加利。非征用的市售价格，这个是市场的机制了。当然，它也会受到我们征用这个相关的数量来影响。好，那这个我们会针对这个总存量或者是它的这个价格，好来做一个通盘检讨。王必胜讲，因应疫情的发展，快贷制剂才有适当的安全存量。目前快贷实名制第3轮也搁伫咧进行，正紧就会进行第4轮。后面将用快贷实名制，一盒500块就当买到。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富人人因为请无规则的外籍看护工，今早起呢走去台北市社会局，用吵吵闹闹的方式来တင်情。伊表示讲，因为伊的囡仔重度身心障碍，生活需要人照顾。不过社会局派来的居家服务员无法度解决因的需求。社福团体认为，因为这疫情加上印尼限制移工出口，或者看护工是愈来愈欠人。那我们回去做笔录。好。警方到台北市政府要将这个姓武的查某人带回去做笔录，因为得到员工的后壁，走去社会局的办公厅闹。会间提起下，会这么无欢喜，是因为伊请无规工的外籍看护工。真的累了，很累。我就跟他讲，我是人，不是机器人，我带小孩带已经很多年了，就是我没办法出去工作了。公家目屎流目屎滴，伊讲伊的囡仔重度身心障碍，生活拢爱人照顾。不过社会局只敢来人派救护员处理部分项目的需求。伊是一个单亲妈妈，无法度去工作，不过用暴力的行为表达诉求。就算社会局不改过，警方也是以社会法上班。长照需求等级就是从2到8级。那2是最轻，8是最重这样子。然后政府相对应会依照这个福利身份，提供一定比例的补助，用到这样一整天的人是比较少。甲姓武的女子同款对外籍看护工有需求的家庭其实袂少。这么咱国引进的外籍家庭看护工主要是印尼为主。社福团体讲，本来市场就供应无啥够，这2年佫受到疫情限制，外籍移工无法度入来，佮加上印尼进行的零付费政策，和成本愈来愈悬，双方讲袂好势，欠工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居服员的居家服务，对，完全去替代掉外籍看护，老实说，不太可能，尤其是重度是非常难的。台湾呢，这2年来只出不进，进来这2年来只进来几千个，可是出去好几万人，所以台湾现在看护工的市场欠缺的名额至少超过5到10万之间。人力中介讲，疫情这2年，每年至少新增加2万的欠缺，估计全台湾欠的名额超过5万位。看护工的市场供应不够，建议透过开放更加侪来源国家疏解人力，希望政府会当正视这个问题。这边民众用激烈的手法来抗议，也让大家重视看护市场欠工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受到疫情影响，加上印尼政府坚持免出钱的政策，甲台湾这边是路真久。讲到这个免出钱政策，就是移工来到台湾，一寡体检啦、机票钱、一寡滴的费用，拢爱台湾这边的需求者来出钱。印尼对3月开始暂停看护工来台湾，伫虽然台湾挂职看护工是真减人，经过双方政府几落届谈判，劳动部表示，印尼已经用书面来表明，台湾免用免出钱政策，只要台湾甲这个家庭移工的薪水增加到2万块，就会重新开放印尼看护工来台湾。伫移工中人的办公室内底，员工是拢无用试试。受到疫情管制边境的影响，加上印尼政府坚持零付费的政策，甲咱国对徛，为3月份开始暂停印尼看护工来台湾。因为目前伫台湾去人处理服务的移工，也就是家属移工，印尼籍的都占7%，需求量真大。客户都卡在那边，因为4个月到好几个月了嘛，都没有入境。在台湾的看护工，他也会打电话来问说，我的薪水有没有调整？对，那我是可能就是直接一些客户会直接联络，也希望他们能够赚多一点钱，能够然后我们一些客户也不要缺工。中人讲，即马有出现转机，互移工甲头家人拢有一个新的希望，因为经过台湾甲印尼政府几个届的谈判，印尼已经有书面讲明，台湾会当免下用零付费的政策。不过前提是咱国爱明确替家属移工薪水加2万块，就会当重新开放印尼看护工来台湾。现在在等待的雇主大概有6.4万人，那我们预估到年底的话，大概会有10万人。劳动部强调讲，目前已经照就业安定基金管理会决议，赶紧规划家属移工调薪水的建议，嘛规划补贴的措施，来减轻对弱势雇主的冲击。相关的方案会赶紧上管理会来讨论。基本工资使用很久的工人而言的话，其实还是有帮助到。他可能没有得到很好的优渥的薪资，他能够因为雇主因为这件事情而有所动力。家庭看护工的劳动条件很糟，导致于疫情期间如果可转换的看护工会想到厂工去做。政府签了这么多国际公约，你怎么可以不担起就是跨国劳动力的安全流动的被剥削？中人团体认为讲，替家属移工加薪水，要是无法度解决因偷走去工厂做工课的乱象，也拿移工人权团体呼吁讲，零付费或者是调薪水的政策，要是会互雇主甲移工两个弱势族群无共识，呼吁政府推动直接聘用。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已经5个月过了，进前8号罗西亚军队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又搁再受到攻击啊！不过双方虽然讲是对方做的，另外对乌克兰出口的这个五国汇船伫土耳其的监督之下，头一批已经顺利离开乌克兰，第2批也要出发，会往到中国甲意大利。大大的炮弹就掉伫黄土内底，附近建筑的厝顶，阁有互炮击的痕迹。乌克兰国内扎波罗热核电厂切阁受到攻击，互当地居民甲人道救援义工真烦恼。Мы, как горожане, призываем как войс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так и войска Украины, ВСУ, чтобы здесь,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Энергодара, да и в принципе в 20 или 30-километровой зоне от атомной станции, открытых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е проводили. 乌克兰的核电英文上讲是俄军攻击核电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嘛被俄军讲这是恐怖行为。也不过俄罗斯官方媒体公布核电厂受苦庆演的画面，讲是乌克兰的军队连续用飞弹攻击的状况。第双方拢讲是对方做的时阵，联合国秘书长谴责攻击核电厂的行为。Any attack to a nuclear plant is a suicidal thing, and I hope that those attacks will end. And at the same time, I hope that the IAEA will be able to have access to the plant and to exercise its mandate competencies. 立体两国协调，而且监视粮食货轮出口的土耳其，切切表示，头一批货物已经伫这个月初1甲初5，分别予4只货船安全出口。切切是有第2批再关闭甲食用油，拢总23吨货物的4只货船嘛顺利的出发，会分别送去土耳其、中国甲意大利。另外头一只外国货轮嘛已经进入乌克兰的港口，会伫载运货物了后离开，送去国际市场。国际新闻台是董炳玉。
伫咧墨西哥西部有一个土炭场发生崩塌，地属这土炭坑淹水，这10多名炭工掉伫内面，目前已经是第5天了。救援人员也赶紧去抽水，希望会当抢救出来。总统欧布拉多礼拜也去到现场视察，不过经过这时间1分1秒伫咧经过，加上心情也是愈来愈沉重。事故现场传出抽水机的声音，当局出动大型军车在等，医疗专车会到现场准备。墨西哥北部科阿维拉州一个深60公尺的土炭场，顶礼拜3乌过的时阵，弄到一个充满水的所在，河坑内淹水有34公尺深，5个炭工逃出来，暗过150人受困，有关单位随调抽水机，包含6个军方参水人员在内，300名士兵甲其他人员来救援。暗过到拜六水位至下降9.5公尺，是不是营救人将做加上上关心的焦点。Ellos le dijeron, no le sabemos cuándo porque depende las horas del agua y todo eso. Dijo, pero los rescatistas y los que andan ahí, a lo que yo entendí, están de acuerdo de que les llegue arribita de la rodilla el agua.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表示，拜六是救援任务决定性的一天，暗过行动无明显的进展，伊随第隔天去事故现场勘灾。Les agradeció y les pidió que redoblaran esfuerzos para poder encontrar con vida a los mineros, igual que yo. Hicimos ahí hincapié en que el tiempo apremia y que necesitamos hacer lo necesario.在抽水的时阵，专家会调查进入矿场的水源为倒位来，希望应阻挡。目前已用法国公司提供设备协助这个任务。科阿维拉州是墨西哥主要土炭区，这一年来发生连续地面事故，上严重一摆是2006年一个矿坑爆炸，夺走65条性命。去年是有7个炭工伫另外一场事故当中死亡。公司新闻将回面评语。讲到西班牙最近天气是热热，这做冰的业者为着要省电钱，就无积遐尼济冰，想袂到这冰胶说是赔甲欠货。另外，伫咧使用再生能源的德国，说是出现这天气愈好，太阳能板说是半度发电的现象。有业者认为讲，这设备做了无好势，日头愈炎，线路就超崩，变做是有电说是半度使用。天气愈来愈热，都想要啉一杯凉的。不过最近一直创下冠军，热甲挡袂掉西班牙，所以欠冰角。马德里一队点头门牙口大，冰壳未了的故事，冰柜内底也是空。Pues me afecta que tengo que tener muchísimo cuidado. He tenido que ir a comprar incluso a las tiendas de los chinos, que evidentemente el precio no tiene nada que ver con un distribuidor oficial de hielo, y buscando a veces en supermercados y en todas partes, porque no nos llega el hielo.Si esto sigue así, nos vamos a ver con verdaderos problemas para mantener abierto un local de bebidas.餐饮业者烦恼，各类起生意拢无法度做，会欠冰价。部分原因是俄乌爆发战争，欧洲电池起价，这边猪冰正做成本提悬。马德里一间做冰的业者就指出，原本3月就会做冰，放在热天来用，不过而且到即马电池已经起5到6成，所以应到5月才开始做冰，减少猪冰的电池。不过最近热量真济，需求增加，工厂已经每礼拜7天，逐天24点钟运转，冰工也是。Realmente vivirlo desde dentro es muy agobiante. Nos crea demasiado estrés porque ves a clientes que te llaman entre comillas pensando que es que no quieres o servirles cuando realmente lo estamos pasando muy mal por no poder hacerlo.不过欠冰还会继续一段时间，有物流业者就指出，未来2礼拜拢无冰角应配送，部分店头是推出限买，比如每人逐天上济应买5包的冰角。不过在德国是有电无法度用，南部巴伐利亚一个小镇的太阳能业者就怨言，天气愈好，太阳能供电系统就愈会出问题。Im Verhältnis sehen, das Jahr hat jetzt ungefähr 200 Tage, die vergangen sind.haben wir über die Hälfte der Zeitabschaltung. 不是日头愈大，电力就愈济。事实上，原本反倒都会阻碍太阳能板的发电量，因为目前太阳能相关基础建设无够，日头伤过长照，气温伤过悬，模组超载，效率就开始降低。能源商只好撤掉太阳能板的供电。Die Photovoltaikanlagen benötigen etwa 1 bis 2 Jahre.bis sie in Betrieb genommen sind, während die Netzinfrastruktur, die ja parallel nachgezogen werden muss,
etwa 5 bis 10 Jahre dauert. 这个原本2030年再生能源要达到电力8成，不过基础建设煞对袂着，而且问题不止出现伫太阳能、风电遥共款的情形。德国政府是表示，确定再生能源的脚步确实有延误，不过会继续努力，慢慢完成相关工作。公司新闻市万宁评论。在法国的塞纳河流域，最近出现一只对北极来迷失路径的白海翁。不过，伊的体态是消散落巴，真有可能是破病一段时间咯。官员甲保护团体讲要先甲伊治疗，希望伊复原了后，才甲伊放回去大海。这只白色的海翁因为找无路通倒，8月初为英格利海峡收对塞纳河，一路收去到离首都巴黎差不多70公里，两个水闸门的中央，引起民众的关注。地方当局甲兽医发现伊规个消散落肉，可能破病已经有一段时间啊，伫海里都已经无食物件。Il est toujours aujourd'hui en situation d'observation, de soins, de nourrissage, sous le regard attentif des scientifiques et des vétérinaires qui accompagnent les services de l'État sur cette situation-là. 保育团体海洋守护者出动无人机甲船，一路追踪这只海洋的动态，发现伊目前肺部喘气的情形是无啥问题。不过，若是一直踮伫污染严重，而且有真侪船的噪音，也搁有伫塞纳河正水的环境内底，对这只海翁是真不利。就要伫1、2天内，甲伊引导去出海口，而且治疗了后，互伊转去海里。不过，专家讲，伊真有可能无法度家己收转去海里，就算用船啊划过，要甲伊引导嘛是真危险。今年5月，就有一只破病真严重的幼鹅，因为找无路掉伫塞纳河，伫甲伊安乐死进前，伊就已经死亡的悲剧。当局讲，现处是这只白色的海翁，还佫有挽救的机会，所以暂时无考虑要甲伊安乐死。La question de l'euthanasie a été écartée à ce stade parce que même s'il ne mange pas et même s'il est maigre, il est alerte, il est curieux, il fait des mouvements de tête, des changements de cap, il réagit à son environnement. Voilà, c'est un animal qui est bien présent. C'est pas du tout un animal moribond. 白海翁是保育类的动物，生活伫真寒的北极海域，分数会当大到4公尺长。根据研究显示，离法国上近的白海翁族群是伫离塞纳河3000公里远，挪威的苏瓦巴群岛。公司新闻是会中北约。中国一直禁止台湾的农渔产品，农委会今仔宣布要推出农油券，用6000万的预算发30万份。民众若准伫咧农渔会超市买照板顶6项的农渔产品，若准有满600块，就会当搁再抽200块。我们台湾的文旦以及石斑赞不赞？赞！大声画赞，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甲各地农渔会代表排规排，推广咱国国产的文旦甲石斑等等的农渔产品。因为中国禁止进口咱国部分的农渔产品，农委会初八举行记者会，呼吁民众中秋航卖的时阵，尽量买咱台湾当地时的食材。中国就是因为没有依照国际规范，才把我们所谓的文旦、柑橘类有所谓的介壳虫，或者是其他的2种用药超标，直接全面禁止。这样的行为就是不符合国际规范。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引起中国的不满，解放军小连续针对台湾4公里的海域进行大规模实弹军演。根据苏澳渔会统计，渔民3天的损失初步估计都有5000多万。军事演习当然是会减少出来了，但是我们会在这个区域如果减少的话，我们会到别的区域去捕捞。虽然有影响到，但是我们政府的一个因应的政策都有提倡的一个规范。渔民希望政府会当给因补助。为了支持农渔民，农委会佫一届推出农油券，按算以6000万的预算发30万份。民众只要伫农渔会超市消费，买石斑、文旦等等6项农渔产品，满600块订了发票，就会当抽200块的农油券。因为农油券而认识的农会，然后来到农会之后才发现说，农会其实卖的是所有全国的最优质的农特产品，那还有就是我们当地小农、青农最棒的产品，简短的一个我们的食物的里程。农委会表示，这届农油券会当伫全台湾超过3500间的农渔会超市消费，按算10月初5会抽农油券，抽到的民众会当伫年假进前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
伫今仔早起，台南县华发生一桩命案，是一个40多岁姓吴的查甫人，伊家倒甲因的阿母扑死。警方在抓人的时阵，这嫌犯个手夹来刀走互警察局。目前嫌犯已经登去分局调查事故原因。台南县华这间平梯头前的巷仔口有防锁线，监视人员正伫咧采证，因为正找8早起发生凶杀命案，40几岁姓吴的查甫人拿刀杀死因阿母，要走登记出来比，警察要甲伊抓，讲拿刀抵抗。警方喝令嫌犯先将刀子放下，未听从员警制止，遂朝嫌犯脚边射击2枪，嫌犯因脚部遭跳弹击伤，放下刀械。尾后，警方向天顶甲涂骹开3枪，其中一粒枪支弹条了去射到嫌犯的正骹，伊才导航。路口的监视器也翕到伊杀人了逃走。附近的民众讲，这个姓吴的查甫人有几多项前科，最近拄才出家，精神状况无啥稳定，因讲也无想到讲伊会杀人。伊袂去讲刻意去讲安怎的意思，但是有当时对谈的啥形容，伊要发生安怎，拢无人知影讲伊会发生安怎。头壳都无解的，都人无你做讲18、17套尔，无你趁，拢因老爸因老母你摕一工2钱，互你好开啦。地主台南市卫生局讲，针对厝内有精神疾患的个案，卫生局拢会看个案的状况评估，至少1个月内一遍去甲伊访问，或者是用电话甲伊访问。不过，真侪家属担心别人特殊的眼光，所以无啥要互人知，互卫生单位无法度完整追踪。精神裂管的个案，真的必须按时就医、按时服药哈。有攻击人的行为，紧急状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属就马上打电话。目前嫌犯已经出现，由警方甲人抓去分局接受检方侦讯，调查伊犯案的动机。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大甲妈祖绕境进香期间，通促党要接桥甲警方发生冲突，家人张怀选伫面册顶头铺文，讲这个警察拍未成年的囡仔，佮加情对向囡仔，伊照着违反社会秩序为合法，甲这位姓张的小姐移送法办。经过审理，中华地方法院认为，伊甲电击枪当作是真的枪，而且无证据来证明伊的铺文造成惊吓，落尾裁定伊免法。不过，这个裁定免法却来引起众人议论。大家伫南疆妈祖今年4月初9绕境到彰化市，中华统一促进党要接桥甲警方爆发冲突。在场家人张怀选伫面册指控警方拍未成年的囡仔，提枪指囡仔，互警方以违反社会秩序为合法移送。中华地方认为，伊个人电击枪是真枪，并无充足证据证明伊行为造成一般民众惊吓，有影响公共安宁情形，无达到散布谣言构成要件，所以裁定无违法。证内所附的资料呢，只有被移送人在这个脸书的粉丝专页发布3则贴文的截图，并没有其他的证据资料可以证明被移送人的行为已经造成民众一般的恐慌跟焦虑，还没有达到散布谣言足以影响公众安宁的要件。法官表示，这色枪甲电击枪外观正同款，男受有专业知识，误认是在所难免，无法度认定伊所讲的有虚构不实谣言的意图。结果进行议人张怀选并无对外回应。法界人士认为，伊大部分的字句大部分违反一般对警察认知有强烈指控性，所以是不是有做到合理查证才是关键。在你发表言论之前，你要先做一个善尽合理的查证，以及你在表达言论的时候是不是善意，或者是你表达的言论的内容是有比较倾向的一个公共利益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所表达的言论会相对的会受到宪法上的保障。律师也指出，伊的面册专页显示有12万人追踪，而且相关事件大部分市站老位拢超过1000人，是不是无达到，应影响公共安宁，是属于法院个案认定。不过，在法律条文顶悬依然有深究讨论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民众去到山里旅游，常常发现玉山国家公园这个所在的塔塔遮有真侪台湾米糕，所以因为游客拢会甲因吃，变做讲因会烧钱来讨物件食，甚至会甲游客还佫有撞入去车里要晓物件。专家认为讲，因为即寡高山看到人，认为一定有物件食，必须爱注意的时阵是袂当甲因吃物件，才袂造成高山的歹习惯。这只狗坐伫咧车后座，看起来敢若是要出去耍。
这种是狗甲车包围起来，甲车内物件摕走，甚至还佫喙夹着泡面伫厝内行出来情形。有关处人员翕到玉山国家公园的踏踏车园区狗活动的情形，发现因毋但是走去车内，还佫游客手互因夹着伤，这拢是因为人定来甲因饲。任意随地或者在厕所、垃圾桶丢弃厨余、残渣、汤面等等，会让迷火器翻找垃圾、啃食厨余。有关处讲，目前是无对踏踏车地区的狗做调查，无法度确定是毋是族群有扩大的情形。因若最近歇热，有真侪民众会去山顶耍。虽然即马游客饲狗的情形有改善，不过山区会留一寡粪扫甲食剩的物件，或者是车窗无关好，狗会走入去找物件食，这种情形也是真多。专家讲，以前人定定饲狗，狗若看到人就知影有通食，就会换过来。这是一路的学习过程啊。那当他学会之后，他以后就会利用这样经验，然后去拿食物，因为毕竟根本拿食物。一次可以拿到的量相对多嘛。张思伟讲，上根本的方法就是莫甲因饲，尤其上好是莫伫咧狗的面前冰牌啊，或者是塑胶落来的声音，以免狗来抢物件食。有关处讲，若是游客有主动饲狗的行为，会当依照玉山国家公园禁止事项饲野生动物的规定，第一遍罚900，第二遍以上就罚3000。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超级马拉松选手今年58岁卢伟明，去年伫美国纽约挑战全世界上长的3100英里超级马拉松挑战赛，摕到亚军。不过，伫咧比赛时阵却穿着罗里亚，引起国际讨论。今年8月25日，要再去到纽约参加9月比赛，这届伊的目标是要拼冠军。告诉你，其实我们这一双也蛮贵的嘛。尾仔一个退落来，就当看到真明显罗里亚的婚约。台湾超级马拉松的选手卢伟明，因为穿罗里亚参加马拉松比赛来出名。25月，佫一届去参加9月份伫美国举办世界走上远、超越自我3100英里的挑战赛。他们20岁就开始跑了，他们是赛事的经验，但我的经验是什么？慢工出里程。我年纪最大，但是我抱着最谦卑的心情，跟这些冠军们学习。卢伟明今年58岁，伫2002年开始走马拉松。去年头一届参加3100英里的挑战赛，差不多是5000公里远。伊以48天11点钟52分1秒摕到第2名。今年第2届参加，伊的目标就是要摕到金牌。伊还佫先伫台北峡道附近做自主训练。气候温差的问题都很严重。第1年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七星山不做高低温差来看。到后来我去那边，确实有很大的帮助。这次特别选河滨，每天12个小时，看能不能跑80公里。你看。后面还有6个小时比赛的话，我是模拟比赛。这个走上远的马拉松比赛已经举办第26届，目前全球敢若有51个人完成比赛。卢伟明是亚洲头一个完成这个比赛的人。伊认为讲，伫这个岁数也有法度安尼运动，就应该继续走，嘛希望会当带动更较侪少年人做伙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父亲节，有人力资源公司公布调查，发现有真侪爸爸因为经济因的压力变甲真大，因也是想要来分担照顾囡仔的责任，却是唔敢穿育婴假。台北市就一个关心男性的组织“生男故事”表示，因平常时啊拢提供男性心理咨询的时间，欢迎所有爸爸妈妈去找因讲心事。8月初8父亲节庆祝的时阵，嘛爱来关心咱阿爸的压力。今年36岁 Nick 有3个囡仔，甲因某2个人的薪水加起来有10万，不过生活同款过甲真硬斗。先不打算剪彩，就先把老本吃一吃。那之后等小孩大了，想说如果要再赚多一点的时候，到时候再剪彩就好了。不过，唔是大家人拢有老本通食。根据人力资源公司的调查，一个家庭若饲一个囡仔，逐个月至少爱有8万8的收入。如果以现在这个1到3月份的实质性薪资来看，只有41000多而已嘛，那2个加起来其实还不到这个水准，等于只有82000多。一寡关心男性甲性别议题的团体表示，伫愈来愈注重性别平等的家庭分工内底，其实有愈来愈侪少年爸爸愿意分担照顾囡仔的责任，不过经济压力互因唔敢甲工课放落来，穿育婴假。其实现在新一代的男性的爸爸们，其实是有意愿跟有希望可以参与的。但是这个经济的结构怎么样去突破，可能是整个大环境的影响，还是有占蛮大部分的。育儿最大的困难就是说，
在于陪孩子的时间不够。那在陪孩子时间不够这部分的话，就反映到说他们的工时太长。城南故事表示，因平常时拢有提供男性医药心理咨询的时间，10月嘛会发起已婚男性的情绪支持性团体，欢迎有需求的爸爸去找因讨办心事。记者林书豪曾派文台北报道。伫咧嘉义地区推动台语文艺术表演的滚剧团，为着要互各县市的文化中心基金会、甲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场馆，会当知影剧团未来规划甲安排，特别透过多通式的展示，要来争取合作机会。伊也希望互作品有更加好的表演环境，也来改变这艺文的生态。剧团的演员用一段演出，互大家艺文表演场馆的代表了解未来可能演出的方式。那互因知影剧团线路的规划，嘛希望争取合作的机会。剧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很希望跟不同的产业一起合作，所以在用圣诞石这样子的方式来的话，其实对于场馆，然后对于不同领域的，比如说出版啊、影视，其实对大家来讲都是非常的有帮助的。滚剧团表示，这届因分享20几组作品，透过编剧的说明甲演员的演出，甲剧团完整的规划，互会当合作的单位来了解，要来改变过去艺文发展的生态。咱无一定是干那想讲补助，咱也是讲甲咱的创作历程吼，甲有个较长的，吼，伫咧一开始大家有 idea 的时阵，咱都邀请朋友，吼，啊，你可能有企业界的啊、场馆界啊、文化中心，大家来讲看嘛，一寡可能性。可以预先知道有哪一些好的作品是可以放在明年度，还是甚至后年度的这个采购计划里面。对于整个表演艺术的生态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往前走的一步。滚剧团讲，这届分享的作品有的已经当日筹备，有的拄开始有想法，希望伫无共领域的单位找到合作的机会，替台语文化的艺文表演带来更加好的环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南投草屯的相当社区利用县政府产业行销的补助计划，推广因的内蒙。即马阁招一个囡仔大细做伙来做这内蒙说文，要互因在地产业更加正人了解。正定真咧调配做说文的配方，佮甲接倒入去模型内底。大人囡仔拢真期待亲手做的内蒙说文，而且这说文的成分是用内蒙加素，这是比一般市面含较侪化学药剂的说文更较环保。很好玩，也有香气。什么香气？柠檬。我很喜欢，因为很香，会让我更喜欢洗手。是发现，其实可以加入很多环保原料，像柠檬酵素这些，不含一些化学药剂的手工皂来做体验，我觉得非常棒。草屯相当里有真侪用友善生态方式种作的内蒙农场，社区申请县府的产业行销补助计划，除了推广因的内蒙，也捡一寡皮无遐水的内蒙。制作做加素，即马阁摕加素来做说文。它的外皮比较没有那么漂亮的，我们就把它整颗拿来做加我们的红糖，放了半年做酵素这样子哈，去发酵，下去发酵，至少放了半年，再把它原液萃取出来，再把原液里面放到我们的手工皂里面。社区也安排规套的产业导览活动，把做说文的体验加入去。互社区的居民、甲来遮行搭的游客，若有食阁有掠，也对相当在地内蒙的产业有初步的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外来种若是拖了伤过济，会造成本地生态危机。伫美国芝加哥一个所在，为着要减少这亚洲大亚这款鱼仔的数量，逐年拢举办掠鱼比赛，吸引各国民众来参加。准照头前大家一直跳出水面参加比赛，人伫船顶已经准备好啊，一时啊就鱼仔落入去网仔内，还佫有大家伫遮跳入船内过程刺激，为避免互鱼仔拍到，有人佫伫摕坐头盔。And the fish start jumping, it's like popcorn, and it's crazy, and you just start laughing like you're on a roller coaster for the first time. 这是美国芝加哥南部贝斯川每年8月所办的掠鱼比赛，唔免用钓的或者是野网啊，是用船伫伊利诺河捉鱼。这个受惊的大鸭鱼，拢跳向空中的时阵，也就是参加比赛人用网啊掠鱼的好时机。这活动至少已经办17年，有的人是连续参加10年，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民众拢来参加。I started this tournament to kind of get rid of these fish,
and to bring awareness of them. If they're not in your rivers, you don't want them. Get rid of them. 当地人会建议讨厌亚洲大鱼，是因为这外来物种生团伤过济，消耗当地人所食的鱼的食物，来替原生物种对五大湖区的渔业造成威胁，所以利用这项掠鱼比赛降低因的数量。这鱼最后会加做肥料，或者是动物饲料，所得的钱用来做公益。在法国伫西部的罗亚尔河也有同款的困扰，和当地人正讨厌是亚洲的拉，因真高生团，凊彩为河内底过一杯山内底都满满的拉，估算每平方公尺有50到300粒。这拉靠水中的浮游生物来卫生，同款代替其他原生鱼类。专家表示，要将因程度根本是无可能的任务。公司新闻将回面评价。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